台北捷运中山站昨暝有一只鸟鼠走入去车厢，是甲乘客惊甲哀哀叫。台北捷运讲，这个捷运内底禁止食食，讲这个鸟鼠可能是为站外爬入去的。卡窜出来，想要甲打，捷运车厢内乘客叫甲真大声。站务人员虽然卖惊，也是都爱走起叫。台北捷运车厢内竟然有一只大鸟鼠闻来闻去。民众上车搁落车，因为唔知影发生什么代志，一直到一个保全摕鸟鼠网啊，才总算抓到鸟鼠。大家开始尖叫，是从前面的车厢开始的，就有前面车厢的人冲进来，我是有站起来，然后做一些准备了，万一真的是有人持刀有危险的话。站7点过，台北捷运中山站下班时间人是吵。一台魏上山往新店的列车，向有人开司机，互人了解又搁发生恐怖攻击，原来是鸟鼠。当然恐怖啊，老鼠大家都很怕。我觉得从外面跑进来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台北街上到处都是老鼠跟蟑螂。捷运中山站的外口有真济餐厅甲店家，出现甲抓甲鸟鼠真正常。是讲这摆竟然出现伫捷运的车厢。台北捷运表示讲，真有可能是为站外走入来的。捷运车站跟列车是禁止饮食，所以老鼠并没有生存的条件。研判老鼠是从站外进入，并没有影响营运。捷运内出现鸟鼠乘客都互惊甲跳起来，冲出去车厢，引发着惊恐。加在站务人员勇敢抓着鸟鼠。后续台北捷运嘛已经安排列车的消毒清洁，嘛将会加强监控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